各位網友，大家好！嗱，今日咧係2025年3月6號嘅。嗱，咁而家咧就係朝頭早啦。咁最近股市相當之壯旺，咁所以咧我係應該講多啲有關股票嘅即係話分析俾大家知道嘅。但係咧，因為每日朝頭早咧咁由9點鐘一路到咧4點鐘，咁我都係忙於炒股票啦。所以能夠抽出嘅時間實在係唔係太多嘅。好啦，咁雖然係好忙都好啦，但係咧我都希望同網友咧就保持聯絡。所以咁我都係咧就係希望。雖然疏啲都好，都係希望咧係能夠不定期咁樣提供一啲資訊俾大家嘅。好啦，香港股市最近嚟講，哇，即係市勢方面相當之壯旺。雖然咧日前咧就香港股市曾經一度急跌咧，就係成900點，原因就係當日嚟講，特朗普又發神經，又再咧就係加徵中國10%嘅關稅，即係前後咧已經加咗20%噶啦。當時咧就令到大家都係好擔心。就擔心咧，中美嘅貿易咧又出現咗呢個新嘅摩擦，同埋咧亦都擔心唔知道特朗普仲有咩後著噶嘛。再加埋咧就墨西哥同埋加拿大，對呢個係美國對佢哋嗰個關稅咧，亦都係如期咁樣實行啦。所以令到咧就係香港股市下跌，同埋咧美股亦都係回落嘅。但係香港股市咧個市底係相當壯旺。點解我咁講咧？因為咧佢跌咗一日之後，第二日喺低位。雖然咧都係曾經嘗試再插落去，但係咧好快就有承接力啦。跟住咧個市勢一掉頭，哇！你見到相當之壯旺。雖然咧成交量就冇上一次咁多，但係你見到咧似乎資金入市就相當之急速嘅。所以咧港股好快又再收復失地，而呢一連升咗係2日。恒生指數咧而家已經升到係24,200點啦。即係話升穿咗24,000點呢個心理阻力位。升穿咗呢個阻力位之後，我哋先睇睇圖表走勢啦。下一個阻力位喺邊度呢？唔使問阿貴，都係25,000點啦。呢個呢就係另一度嘅心理阻力位。但係我之前都係修訂咗我自己嘅睇法啦，就認為香港牛市呢已經係開始啦。香港股市牛市嘅開始，即係話俾大家知道，恒生指數係有機會升翻上去31,000點嘅。如果恒生指數真係升上去31,000點呢，即係話俾大家知道，而家都仲有大把水位。所以而家如果大家買咗呢啲咁嘅股票嘅，作為一個中線、長線嘅持有，我相信呢就係應該可以話坐穩釣魚船啦。技術上香港股票走勢相當之好，但係咧近期唯一美中不足嘅地方就係成交量咧係冇辦法超越咧就之前嗰個成交高位嘅。但係咧我就覺得呢一點嚟講唔需要咧就太過擔心，只要市場保持暢旺的話咧，我相信啦，就係個市勢咧升勢都仲係可以持續嘅。而且咧而家成交量唔係太多，唔能夠及得上次高峰，即係話俾大家知道。之前嚟講已經好多人入滿晒貨啦，所以而家咧個入貨速度係慢咗嘅。但係市場方面亦都可以睇到沽售壓力唔係好強大，所以呢些少嘅買盤咧又再可以推升，即係話之前買貨嗰啲投資者呢，而家都仲係咧就未肯沽貨。基於呢個情況啦，所以後市呢，我相信都仲係可以反覆睇好。好啦，我哋講講客觀嘅環境又點樣呢？客觀嘅環境方面，雖然咧中美爆發咗係貿易戰都好啦，但係呢市場對中國經濟相當有信心。原因就係因為我哋國家咧加大力度去救市，而且咧就將穩定股市、穩定樓市咧就寫入咧就係我哋國家今次呢一個大會人大代表大會咧嗰個係整體嗰個方針方面。呢點嚟講咧係過去所從未見到嘅。亦都係咧就係令到投資者係增加咗信心，就知道咧我哋國家將會咧繼續咧就係致力於穩定樓市同股市。另外一方面大家亦都可以睇到啦。國家總理李強亦都係對今年中國嘅經濟增長5%咧充滿咗信心。而且咧我哋國家亦都係咧加大發債嘅力度，希望咧就係增加市場嘅流動性，同埋咧係增加銀行方面嗰個資本充足比率。種種因素嚟講，都可以話係為咗谷經濟而做出嘅措施。所以令到市場咧就相當有信心。當然啦，最後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全球而家重新評估
中國同埋香港股市嗰個估值。咁過去嚟講呢，因為呢佢哋估得太低啦，咁令到呢中港兩地股市不斷下跌。咁而家將呢個估值呢稍為調高，已經係足夠呢令到恒生指數大幅上升㗎啦。嗱，咁就係客觀形勢好咗之外呢，咁另外呢，今日亦都有個好消息嘅，咁就話呢咁美國同呢個墨西哥以及加拿大嘅貿易戰啦，咁先至開始咗一日，咁即係話呢，琴日咁美國方面就係加徵美墨兩地25%嘅關稅，但係呢，只不過一日又再取消啦，咁就話呢係會再延遲一個月。嗱，呢一點亦都可以睇到特朗普呢成日咧好中意呢就係兇人，咁中意呢用一啲咁嘅即係話係佢自己嘅殺手鐧咧，利用關稅去兇人，而且呢係中意呢就係玩呢個 show hand。咁以為呢佢咁樣就可以嚇到人哋，咁其實呢佢根本就係紙老虎。嗱，咁由於美加方面啦，咁嗰個貿易戰呢暫時又停咗啦，咁所以呢令到市場又再呢產生憧憬，就認為啦，咁中美可能而家呢個貿易戰呢有機會呢亦都係呢就緩和翻落嚟，咁嗱呢啲都係利好因素嘅。咁總之無論技術性因素，無論資金流向，無論客觀因素，近期呢都似乎利好多於利淡，咁所以香港股市係不斷呢持續係創出近期嘅高位。嗱，咁好啦，咁頭先講咗技術性嘅走勢啦，咁亦都係呢就講咗客觀因素啦。嗱，總之投資策略方面係點呢？咁我之前都講咗，一回落就要買。咁如果揸咗個股票嘅，咁就係假如低位揸就作中長線持有，就唔好急於沽出住。咁相信後市都仲係呢可以繼續樂觀，除非大市出現咗轉向，咁我哋先至再調整翻我哋自己嘅睇法啊。嗱，咁講咗呢個整體嘅市況之後呢，都要講講個別股份嘅表現啦。嗱，個別股份方面呢，咁大家睇到而家嘅升勢都仲係集中咗喺嗰啲係高科股方面嘅。咁高科股方面呢，大家亦都可以見到啦。咁就係有幾隻呢都表現得相當之出色嘅。咁就係包括咗係小米啊，跟住呢就係仲有嗰隻係阿里巴巴啊。咁騰訊亦都係比較好啲嘅。嗱，咁呢三隻股份之中，我就唔知道大家中意邊一隻，同埋呢大家應該點樣去揀。嗱，咁如果你問我呢，嗱咁就我覺得三隻股份都各有擅長。嗱，咁而騰訊呢，可以話係呢個係內地呢咁嘅科技股、高科股嘅龍頭股份。嗱，咁自然呢，佢嘅實力就唔可以睇小，同埋呢亦都係只要佢係能夠上升的話，亦都有呢個係穩定大市嘅作用。但係咁佢亦都有缺點㗎。近期嚟講呢，大家會見到佢嘅升勢就落後於阿里巴巴同埋小米。咁相對嚟講呢，算係科技股之中呢嗰個係比較弱勢啲嘅股份。嗱，咁至於呢個小米方面，哇，大家可以睇到啦，由於佢嘅業績呢令人憧憬，再加埋呢佢而家係發展個電動車市場，咁而電動車市場方面呢，同樣嚟講呢，咁都係呢值得大家憧憬嘅地方。咁再加埋小米嘅手機銷量，亦都係呢一直都保持呢個係良好嘅增長勢頭嘅。咁所以小米呢整體嚟講，佢個業務呢係值得大家睇高一線。咁亦都係因為咁樣呢，咁所以令到小米嘅股價你會見到係比較平穩啲嘅，逐步上升，屬於強勢股。嗱，至於阿里巴巴呢，可以話屬於轉勢股。咩叫轉勢股呢？以前處於大弱勢，咁而家呢就轉呈於大強勢。咁點解佢轉呈大強勢呢？原因就係馬雲復出，咁相信啦，咁佢又會呢再次呢就掌舵主管阿里巴巴未來嘅業務。同埋第二，阿里巴巴呢最近嚟講，可能呢就喺呢個係 AI 方面啦，亦都係呢就有一個突破性嘅發展嘅。再加埋第三呢，其實阿里巴巴旗下所有嘅業務，好多業務都有分別咧，都有係分拆上市嘅條件。咁之前嚟講，只不過因為估值咧就唔係咁理想，所以咧將佢擱置。咁就例如咧就螞蟻集團，咁之前都想上市嘅，但係因為估值過低啊。咁而家嚟講，全球咧都將中國呢啲咁嘅股份咧，就係或者將中國啲科技股重新估值過，調高呢一個係估值。咁所以咧，我覺得咁呢啲咁嘅即係阿里巴巴方面啦，咁有好多啲即係旗下嘅業務咧，而家嚟講應該會陸續咧成時咁樣將佢上市嘅。
咁所以呢，三隻嚟講，咁我就覺得呢，阿里巴巴係最具憧憬。所以如果你問我呢，我都係呢首選係阿里巴巴嘅。咁我就覺得阿里巴巴，如果你有嘅就係趁低每一次調整短線調整級啦。如果你揸咗嘅，咁就係千祈暫時唔應該沽出，等佢一路係分拆嗰啲業務之後呢，將個股價推到更高峰，你先至考慮將佢沽出嘅。好啦，咁而家我睇睇啲3隻股份佢嘅走勢表現好唔好啊？咁我哋先睇下阿里巴巴啦。阿里巴巴呢，佢個電腦代號大家都應該唔陌生啦，就係9988。咁就如果同圖表上大家可以睇到，阿里巴巴雖然有調整都好啦，咁你會見到調整嘅幅度其實唔係咁大嘅。最近嘅調整呢，咁佢個股價挫落去大概呢就係125蚊到125蚊到呢就獲得支持㗎啦。而且呢有輕微2次到底不破添。跟住呢佢就反彈，反彈嘅力度相當之強。例如今日呢已經出現咗個上升裂口，而過去經常都係嘅。阿里巴巴一升呢就有上升裂口出現㗎啦。呢個情況反映咗咩嘢呢？就反映咗好多投資者都係等待呢調整低位入市，而且呢係急不及待咁樣入市。當佢一轉勢，大家就驚走失機會，所以先至會有機會出現咗上升裂口嘅。咁呢啲上升裂口會唔會補翻呢？大家唔需要過分呢就係擔心嘅，未必即時補翻。好啦，從圖表嚟睇呢，阿里巴巴而家呢就係支持位125蚊，至於阻力位呢就應該係約莫咧喺140蚊左近。而家呢就係139.4啊，即係話日內應該突破阻力位啦。如果突破唔到嘅，咁就擔心啦，有機會呢喺上邊形成一個雙頂，但係我估向上突破機會比較大啲，所以大家呢係唔需要過分悲觀嘅。假如突破咗之後，伴以高成交量去即係話配合呢，我相信呢阿里巴巴就可以更上層樓。去到邊度呢？而家大家睇睇圖表方面咧，有機會呢就去到呢就係大概260蚊左緊嘅，260蚊左緊嘅。所以呢呢個中期性嘅睇法呢就相當之樂觀。當然啦，期間呢都仲有好多阻力。例如呢200蚊就有個心理上比較大啲嘅阻力位。總之呢阿里巴巴我就覺得如果大家揸咗嘅，就千祈呢就唔好放出住。至於回落方面，125蚊都係重要嘅支持。假如跌穿咗，先至考慮短線沽出。但係呢調整完之後，我都仲係睇好嘅。講完咗阿里巴巴，跟住呢就講下小米啦。小米方面亦都係一隻好股嚟㗎。如果大家係想穩定嘅，想即係話呢就唔係話大上大落㗎，我覺得小米係一個良好嘅投資選擇喎。小米方面而家大家可以睇到啦，佢個股價真係呢矮仔上樓梯，升咗係多年㗎啦。就係由呢係差唔多係2024年開始，大家都會見到啦。就個升勢呢就緩步咁樣向上嘅，升到而家就係54.8啊！而家最新54.8，而呢係當時嚟講呢24年其實呢佢最低呢都見到呢就大概啦就係29蚊到30，就升咗成1倍㗎啦。但係呢佢最大個好處就係升勢係慢。好穩定，所以呢就係屬於中長線投資嘅佳選嚟嘅。好啦，呢個阿里巴巴呢一個小米唔係阿里巴巴，呢個小米呢電腦代號1810啦。而家嚟講經過短暫嘅調整之後，似乎呢就喺20天線就揾到支持喎。而家呢又再上升翻，短期呢佢就會向上挑戰呢就係60蚊呢個心理阻力位，同埋呢技術上嘅阻力位，衝破咗後市可以繼續向好。假如調整的話呢20天線繼續成為呢就回落嘅初步支持。而家喺邊度啊？而家呢20天線呢約莫係位於呢就係49蚊到50蚊之間。換言之，低過50蚊，大家先至考慮呢就係將佢短線止蝕沽出或者止賺沽出。而呢中長線嘅就唔需要理會。講完咗呢個小米之後，我哋又再睇下騰訊啦。騰訊呢相對嚟講呢個股份呢就係表現啦冇上嗰兩隻咁勁，但近期呢都係呢就係相當之凌厲啊，升得相當之凌厲。較早前升到上去約莫去到522蚊呢就受咗回落，但係同樣嚟講喺20天線就守住嘅。今日呢就裂口性衝破咗呢一個阻力。
即係高位嘅阻力咧就係522蚊。嗱咁啊換言之，後市騰訊應該就可以再上層樓嘅。咁啊再上層樓方面咧，咁就係相信咧騰訊呢一個浪咧有機會咧就係升到去600蚊嘅咯喎，600蚊呢個心理上同埋技術上嘅阻力位。咁啊騰訊亦都係一隻好股嚟嘅。咁如果大家有資金嘅，最好當然係3隻都買晒啦。咁如果冇資金嘅，咁而咧就想買一啲比較係升幅咧冇咁快啊，近期冇咁快咧，咁我就覺得騰訊係可以考慮嘅。咁啊買完之後記住啊，止蝕位就定喺20天線。咁啊20天線而家路上移到去咧，就係大概咧就係481蚊左緊，481蚊左緊嘅。嗱咁好啦，呢3隻咧就係高科股啊，內地嘅高科股，我相信咧啲資金仲繼續流入㗎，咁所以咧就係呢3隻股份咧中長線，咁我都係睇好嘅。好啦，咁啊講完咗呢3隻股份之後咧，咁亦都想講下，咁啊有啲股份咧就係突然間升得好快，點解啊？因為大家都係追落後，因為而家嚟講咧。咁啊好多啲好股啊，咁啊升勢已經好高好高㗎啦，咁所以咧有啲資金咧就避免見高追高，所以就揾一啲可能咧就比較落後啲嘅股份咧就去買嘅。咁啊落後啲嘅股份有邊啲咧？咁啊例如咧，咁啊睇到係金蝶國際啦。咁啊，又例如咧，就係個商湯啦，都係咧比較落後啲個股份。嗱，咁我哋咧就先睇一睇金蝶國際啦。嗱，金蝶國際今日升得好犀利喎，升咗21%喎。嗱，咁啊呢個升幅咧就係相當之勁嘅。嗱，咁啊好啦，咁就佢嘅即係話今日嘅上升咧，咁啊其實咧就係成交量係大增配合㗎。咁再加埋突破咗上次嘅高位阻力。嗱，上次嘅高位阻力咧就大概15.4，所以技術上今日應該係一個買入信號㗎。咁大家咧如果揸咗千祈唔好話咧見高咧就沽出，咁我覺得咧就應該後市啊佢升勢咧就有餘未盡嘅。咁好啦，咁啊如果啊咁啊大家揸咗金蝶啊，當然咧就係繼續持有啦。咁如果你冇揸嘅時候你點咧？咁啊今日升咗21%咧，咁我就唔敢叫大家見高追高。但係如果有機會調整的話，咁啊應該調整之中咧就吸納嘅。咁而家回落初步嘅支持咧就係上次個高位。嗱，上次個高位變咗而家初步支持，咁啊約莫咧係15蚊左緊嘅，15蚊左緊嘅。咁啊當然啦，咁啊有機會見到15蚊就一個比較理想啲嘅買入機會，沽出住啊。好啦，咁啊講咗呢一隻急升啊，今日即係升幅咁大個股份，跟住咧亦都要講一隻咧落後大市嘅股份就係商湯啦。嗱咁啊商湯咧真係咧就科技股之中一個弱勢股嚟嘅。咁而商湯亦都係咧咁啊做一啲咁嘅即係話人工智能嘅嘢啦。咁但係咧就未能夠受惠於今次 DeepSeek 啦所帶動嘅大升浪。嗱咁就原因咧，我相信部分因為之前咧咁喺呢個2024年12月咧，佢就係完成咗配售嘅。咁啊配股嘅淨額咧籌到就大概27.87億呢個人民幣。嗱咁就呢一個即係話配售咧，我相信咧係需要時間消化呢啲咁嘅貨源，咁啊令到咧呢個商湯啊咁啊近期咧比較弱啲。咁但係咧而家大家都係咧係炒緊科技股啊，咁所以嗱呢啲咁嘅落後大市嘅弱勢科技股咧，我相信佢都會有一日突然間咁樣飆升嘅。咁所以喺低位咧應唔應該收集咧？咁我覺得少量無妨，嗱大博就唔應該啦，因為弱勢股。嗱咁啊而家嚟講，商湯呢個支持位啊，如果回落支持位喺邊度咧？過6度。嗱咁啊，如果咧見到呢個位咧，不妨少量考慮買入。嗱咁啊，至於而家高位嘅阻力就過8，咁租位阻力係2蚊，唔係過8，係2蚊。咁而家咧處於過8呢個位咧，就啱啱喺呢一個範圍嘅中間嗱，咁啊即係過半喺到2蚊。咁就喺呢個範圍中間嘅，咁喺呢個範圍中間，即係話後市暫時咧就缺乏方向。咁但係頭先我講咗啦，呢啲咁嘅弱勢股咧喺而家呢個大潮流之中，咁其實咧就可以咧就搏下咧呢啲咁嘅炒落後嘅。咁所以回落之中不妨少量吸納。嗱咁啊再講翻啦，咁啊回落咧咁啊支持位係過半嘅1元5角。好啦，咁就係講晒呢啲咁嘅高科技股啦，哇！真係一口氣講晒啦。咁啊，當然咧，我哋都要講一講其他股份。其他股份我淨係講一隻嘅，咁就講咩咧？就係講匯豐啦。咁啊，匯豐呢隻股份咧，咁啊大家會見到啦。咁啊近期有個好奇怪嘅現象喎，咁就係去到美國，咁啊喺呢個美國方面咧，咁就係匯豐往往都係咧突然間被抽高嘅。咁但係咧翻嚟香港之後咧，就回復翻理性喎。嗱呢一個情況點樣解讀咧？咁我就覺得
嗱，呢個情況就可能咧就係外邊一啲人咧，或者外邊啲資金就認為咧佢係超值嘅。咁啊，所以咧喺外邊咁佢就抽高咗，尤其是咧喺美國預託證券添。咁嗱，回到香港嚟講咧，由於咁呢個係主要嘅交易市場啦，咁有大量嘅唔同嘅投資者參與買賣，所以咧供求嘅力量咧就決定咗佢而家呢個水平嘅。咁換言之，即係話咧喺呢一個日市啦，或者香港市場咧，咁投資者嘅參與程度比較大啲、積極啲，咁所以咧就揾到個平衡點。咁平衡點咧就較外圍比較少啲嘅，外圍咧交投細，咁而咧相信咁可能外圍咧嗰啲投資者認為咧佢就價值係被低估嘅，所以咧就往往係被抽高。咁但係咧亦都有一個可能性喎，咁就藉住咧匯豐嘅上升喺即係話海外嘅市場，例如咧美國預託證券市場，佢嘅上升咧有機會就故意咧就係拉動咗，令到咧就恒生指數高啲，咁係有機會就係令到咧嗰啲期指買賣嗰啲人係有機會因為咁樣而咧就係有着數嘅。所以大家要小心留意。好啦，匯豐應唔應該買入呢？匯豐嘅業績公佈相當之理想，佢值得大家憧憬嘅地方有兩點。第一就係減少晒非亞洲區嘅業務，呢點嚟講對匯豐未來嘅盈利前景係相當之亮麗嘅。咁第二個好處呢，就係匯豐而家雖然賺錢，都仲係咧精簡人手，所以令到大家都相信咧匯豐可能未來嗰個業務方面咧個盈利咧就會增加㗎，因為佢而家咧係精簡緊人手啦。咁即係話咧個成本效益會提升嘅。好啦，圖表方面同樣嚟講咧，匯豐咧就好似小米一樣，就係矮仔上樓梯咁樣上升喎，升唔多，但係慢慢升，相當之穩定，揸咗之後就相當之舒服嘅。咁所以咧適合啲長線退休基金，適合啲長者退休人士去持有嘅。去到而家即係話今日啦，89.6毫半，即係去到90蚊嘅阻力位。呢個阻力位應唔應該有機會突破呢？咁我覺得係遲早的事。而家嚟講呢，匯豐應該呢今年要朝住100蚊變翻紅底股呢個目標去進發嘅。咁所以如果揸咗匯豐嘅投資者，而家呢就唔好話呢，因為升得慢將佢沽出。其實呢，我哋嘅投資組合入邊呢，應該預留一啲呢，就係屬於係穩健嘅慢啲嘅即係話波動細啲嗰啲股份，相對嚟講係比較安全啲，令到個投資組合呢更加健全嘅。好啦，加埋呢，大家會睇到啦，匯豐方面呢，佢個派息呢，就除咗有4季息之外，佢嘅值息率呢都幾好喎，有7厘半，高過而家。你與其喺銀行做定期呢，你倒不如就買匯豐買嚟收息。如果你話擺喺匯豐做定期嘅，你得3厘半。講完啦，但係咧，你買匯豐咧有7厘半，而佢股價相當穩定，大家咧就唔使擔心有太大嘅風險存在。所以我就覺得匯豐咧屬於一啲長者退休人士應該持有個好股啊。揸咗嘅千祈唔好放，未揸嘅記住啦，些微嘅調整都應該買入。而家調整嘅最主要支持喺邊度咧？調整最主要支持應該咧約莫係86蚊嘅。至於咧就係上升方面，如果90蚊能夠衝破的話，有機會邁向100蚊。就我覺得輕微調整應該開始咧就考慮吸納㗎啦。甚至咧大家可以咧就係買嚟準備咧就係話收末期息同埋咧係每一個季度咧可以攞嚟收息之用。好啦，今日咧一口氣講咗好多唔同嘅股份啦，我呢度嘅分析亦都告一段落啦。如果各位網友你哋有任何嘅股票想問嘅，就記住喺留言區留言，同埋咧記住係點讚，同埋咧分享我呢條片出去。如果越嚟越多人睇嘅時候，我亦都係會加密咗我係講股票嘅即係話次數同埋咧個時間嘅。好多謝各位，拜拜。